頸霜就要買呢一種，方便又唔會整到成手黐粒粒。我得閒嗰陣時候咧，都會用佢嚟碌兩碌嘅，就似咁樣，好簡單。將呢個標識擰喺 on 呢一度，一擠入邊嘅精華膏體咧就會出嚟噶啦，好容易控制容量。搭配佢嘅滾珠按摩頭，一路按摩一路吸收，真係好舒服。金屬再加埋呢啲膏體，哇，真係好清涼。尤其天氣熱嗰陣時仲正，質地好輕盈。塗完之後咧，又唔會話過於黐黐粒粒嘅感覺。即係如果你話100%乾爽係冇可能，因為入邊係膏嚟嘅。咁如果呢條頸紋咧係尤其明顯嘅話咧，可以反覆咁樣碌，加強一下。呢一支 ELL 入邊添加咗植水配方，成分好溫和，用起身都好安心。堅持落嚟咧，你會發現你自己條頸紋，咦，好似係有淺啲啲喎。塊面同條頸嘅皮膚咧，其實都一樣咁緊要嘅，唔好成日淨係得護面，你唔護頸啦，兩個一齊護，一眼望落去，兩個會更加統一啲，更加好睇啲㗎。你都嚟試下。